请咱有备咱的心，用祈祷开始。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神带领保守，阮阁有即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欢喜阮安尼的献祭，阮安尼献祭，真做香香的祭，得你欢喜。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用你的疼去引阮来到你的圣殿，互阮今仔日会当享受伫你疼的内面，阮较无你的真理伫阮的心，阮较无你的疼，你的平安，佮你的喜乐，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佮较晚靠你，佮较会晓感谢，无落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保守阮即时的敬拜，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要敬拜之前，要用信用个别来开始，请我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讲，你是着听出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法律法甲天地的总论头。我用心爱念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即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用心。兄弟平安，平安，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我相信，全心仰慕耶和华的，伫伊所行一切的代志，伊要引带，伊要来带咱头前行的路。因为伊安尼甲你讲，心肝囝来我的身躯边，你今仔日上水，咱要来回应伊的疼。那大自然会万米来回应伊的疼，咱嘛要来伊的面前来回应伊的疼。你上水，轻轻行过青草地，来到小溪边，鸟只乌掠拢在落雨，电视台飞自由自在，讲天白相处爱，过日过日是唱歌，为呀伊的爱，人比正正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要开，有阵悲伤拢会问天，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我行来我身躯边，轻轻行过青草地，来到小溪边，鸟只乌蝶拢在落雨，电视台飞自由自在，讲天白相处爱，飞来飞去恁是唱歌，为呀伊的爱，人比鸟只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要开，
上帝放心我行来，我身躯美。人比鸟食较珍贵，人比鸟食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阮真悲伤的家着你，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美。人比鸟食较珍贵，人比鸟食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为做悲伤的甲过着你，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美。人比鸟食更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为做悲伤的对着你，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美。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美。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美。主安尼讲，你若大大开嘴，我就要大大充满。当咱开嘴来吟诗学乐的时，主就要大大充满伫咱。咱要做伙来学乐，请起立，咱做伙来学乐。多少声沙拢要来学乐，连我痴心拢要来学乐。我海甲溪水做伙学乐也好欢。多少拢要来学乐，连我痴心拢要来学乐。把面要唱歌，做伙学乐也好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你大声欢喜学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你大声欢喜学乐。我要专心专意，我要专心专意来学主，我要专心专心献好主，我会为真工充满喜乐的时光。我要专心专意贴乐主，我要欢喜欢喜学乐主，我会为真工充满喜乐的时光。再一摆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歌，
荣耀光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主，阮的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愿意献上阮的感谢有落予你，因为你讲，阮若大大开嘴，你就要大大充满伫阮。阮感谢你，互咱的应允伫，互阮看见。阮搁较相信，今仔日是你去引阮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疼，互阮会当享受你所赐的平安甲喜乐。阮愿意将阮今仔日以后逐工的今仔日拢献互你，诚做你欢喜的做。阮愿意来跟对你，愿咱用这首歌，诚做咱的祈祷，献互咱的主，献互咱的主上帝。逐工的祈祷，伫咱逐工的祈祷内底，拢会当安尼讲。主，连阮的头毛你拢一支一支算过，我的主上帝啊，感谢你用诗歌叫阮知影，阮无需要为着小可的代志来烦恼，也免为着小小的代志来挂虑，因为这拢袂叫我的年纪更加加添。你有安尼甲阮讲，要来到你的身躯边，对你的人要享受你的疼。要享受你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阮搁较感谢，搁较感谢你切去阮伤心的目屎，将阮悲伤的目屎收伫你的皮囊内底。主啊，阮相信人生的苦难也的确会过。你听见阮困求的声，阮就要较无来亲近你，求你甲阮同行，坚固阮的心。阮相信，阮所过的每一天，拢是你想所想事。感谢你陪阮
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用祈祷感谢心内面。我心爱你，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饰，求你多主，甲主求，大声甲主哦求。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任你来雕琢，使我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我祭，奉献一生跟随。大声甲主求叫，宣告讲。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任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我祭，奉献一生跟随你，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我祭，奉献一生跟随你。主上帝，你无袂记伫困苦人的呼叫，求你举手，就是你大有气力的手，拯救困苦的人。愿你的光照阮头前的路站，帮助阮搁较危险我靠你。主上帝，我会仰望你，我要投靠你，求你毋通将我放伫孤单艰苦的中间。当我灵伫我内底袂晓我的时，敢若你知影阮的道路，求你引带阮、保守阮，行伫你的正路内底。因为你的圣神拢会安尼甲阮讲，这是你的正路，阮着无偏左，也无偏右来行。感谢主耶稣，你救阮脱离罪的捆绑，互阮得自由徛在，也担当阮的忧愁艰苦。阮知主耶稣，你受鞭拍，阮就要得到医治；你受的刑罚，阮就要得到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赢过世事，搁我，互阮有新的生命愿望。阮愿意搁一摆活动伫你的面前，主，阮
要经历你的疼，也要经历你的医治平安。阮真感谢你，听阮的恳求的声，因为你欢喜听阮恳求的声。你也听即块土地到安尼，早期派你的罗卜来到遮，传你的福音予阮。阮知你疼惜即块土地，虽然阮拄着地震，拄着风台，甚至拄着土石流，阮知你要帮助阮，你要想使执政者有智慧来聪明处理遮的代志。你的公义无互人看见。阮感谢你，互阮知你的大权能的遮手，搁伫遮咧统治。阮只有通过阮的祈祷，搁一摆求你。愿你的旨意伫遮，伫即个土地，亲像伫天里，是你用真道、真的道理，伫即块土地咧治理，毋是靠着白贼虚假的语言。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听阮即块土地，听阮到安尼。感谢你，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继续祈祷，为着咱所在的事项来祈祷。全能的天父，阮感谢你，伫创世以前就已经为阮预备了救恩。今仔日，我要搁再一摆当领受圣餐，纪念你所疼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身躯为阮来牺牲，留下破坏，替阮赎罪。我愿意搁再一摆将家己献互你，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洁净阮的心。帮助阮活出新的生命，互阮毋定是领受救赎的恩典，是要搁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愿阮的生命成做你的器皿，直到主过来。救赎阮的主啊，阮诚心诚意要为着阮的牧者委员牧师来祈祷，恳求主圣灵充满伊，互伊伫事奉中有智慧、有气力。有祈祷甲读经的心，帮助伊常常伫主的内面伫开力，坚守信仰，帮助委员牧师清楚来领受甲启示，伫讲道有气力，总是拢是以圣经真理的话命来造就兄弟姊妹，欢喜心来侍奉甲传扬福音，哈利路亚！亲爱的主，阮今仔日依然抱着欢喜的心。来接纳觉华姐妹来落户地大桥教会，互阮成做属灵的一家人。阮满心感谢你，主啊！阮欢喜接纳觉华姐妹，愿你的疼甲平安常常甲伊同在。求你坚固伊的信心，认真追求圣经真理的话命做信仰的根基，互伊伫教会中不断来成长。想事合一的灵伫阮中间，学习三听三宽面，单单仰望主你的阳光，哈利路亚！主啊，咱伫即个时刻，阮依然伫伊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还长老娘、李藏言、淑芳姐妹因为流感离厝休息医疗，求主亲自医治看顾因，帮助因伫病痛当中得安慰，心灵得平安。阮相信你的恩典是够让阮用的，你的旨意是美好的。哈利路亚！阮献上感谢，亲爱的主上帝，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
三甲来启应，启应文54篇，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咱三甲来启应。心灵善正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伊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因承受所应允土地；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因把着；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小真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诚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只是咱三甲来吟诗，献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咱起立吟全首。咱们邀请圣歌队来演唱。今仔所要献唱的诗歌是《我灵之光》。
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举办第4届的胜利展。会中的台语甲华语礼拜咱合并，并且今仔日举行落户传记杨觉华姐妹，请继续为伊的人生、性命、人生关心来带导。今仔日的小组，咱由原照常来聚会。第2点，今仔日下昼1点，马光中医诊所应该诊所，伫咱本会1楼的副堂要举办中医义诊那欢迎咱会当留落来做伙来参加嘛会当邀请你的朋友也是厝边前来参加。伊要对伊的门诊义诊中间咱有提供迄个养生的茶饮咱等起来休困一下，咱过来。第3点，本季的10月到12月厨房分配表已经用好摆好伫1楼的招待桌，请咱有厨房的同工会当自行去客，然后就是去看一下你的时间。你若感觉讲有问题需要调的迄个时间表，咱会当甲牧师报告一下，然后做更改。第4点，咱教会社区音乐班定21月份要来上课，拢总有6节课，然后第7节课是伫圣诞主日要做一个成果发表会邀请咱厝内底有幼稚园中班、甲国小6年级内底同学拢会当参加。第5点，咱也请咱为迄个花莲光复乡迄个洪灾迄个灾害咱来关心带导甲奉献。那咱台南中会因为有提供咱即个账号会当互咱有感动的人会当做奉献。如果你若感觉讲要入来教会就是做奉献的话，教会会当为恁用这条钱，就是帮恁发布出去这样子安尼较安全。好，煞接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箴言16章18节，咱先对台语来读。骄傲是失败的代先，自高的心就是滑倒的代先。华语，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16章18节。煞接，咱要来分享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有2个所在，一个所在就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27章3至4节。另外一个是新约的部分，是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这是我用台语汉译本来共读。以西结书27章第3节，甲推罗讲：你徛去海口，伫列国正海事微微做成你。主耶和华安尼讲：推罗啊，你捌讲，我是完全水的。第4节。你的境界伫海中，去做你的，互你的水完全。另外一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第7节，反倒摒空家己处落卜的形状，正做人的样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以上愿上帝祝福听等伊话语的人。但这时，咱要来邀请咱的小朋友宝庆，伊要用华语要来读一解。平安，我今天要读腓立比书第2章。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
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子，就是自己卑微先顺服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咱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来到台前哈，就是来带你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来啊，青少年，如果青少年有在这边的，我和龙不用求证，来，我们都站台前，不要怕，站这边台阶上，站台阶上。对啊，站过来，站中间一点。好，啊，每个人要预备心，把眼睛闭上。那我们一起来啊，带领这些孩子，还有青少年，还有这每一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亲爱兄弟姊妹，每一个属于上帝所疼的囝子女，祝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赏赐予阮会当伫今早起做伙聚集伫上帝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听从你的话。主啊，阮承认，如果无你的恩典，阮无人会当徛伫即个所在，因为你的疼，予阮会当领受着圣神伫阮中间。求上帝你亲自来开阮的目睭，予阮来明白上帝你的救恩。特别伫遮细囝的顶面，阮恳求上帝你赏赐予阮有智慧，怎样来教导因，来陪伴因，甚至用主你的话语来带因来认捌上帝你。主，阮相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予阮伫敬畏你的过程的内底，体会到生命的创造是你。赏赐嘛是在伫你，求上帝你赏赐予阮，帮助阮，予阮将内心的骄傲会当搁一摆来放落，定心会当用谦卑的心来挖靠你。愿上帝你赐福伫阮徛伫台前的这每一个细囝，求上帝你赏赐予因伫头前的道路，着常常用祈祷、用感恩的心，无论甲伊的父母，拢会当用疼来好款待彼此。也求上帝你将这款的救恩赏赐予阮大人，予阮伫家庭的内底用祈祷来起造上帝你所欢喜的这段。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好，谢谢你们。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吼，咱今仔日下晡等下12点这个马公中医因就来准备马光对不起，马光马光咱等下若是下晡，咱下晡来伊这是免费的义诊所以邀请咱若等下出去行伫路林若有拄着这里面伫遮行路，你拢会当甲伊介绍，讲下晡1点到4点有即个免费的义诊所以邀请咱每一个有参与的伊嘛拢有赠送礼品邀请咱若时间上会当做伙来另外就是
咱嘛继续为着即个花莲的即个灾难吼，目前台湾的政府，包括花莲的县政府，拢开始动起来。我想咱会当好好为因来祈祷，嘛关心即个实施的过程的内底，咱用祈祷的心，用祝福的心，求上帝赏赐，互即每一个县市的即个领袖，会当有智慧来做管理吼。好，牧师伫遮来介绍吼，第一位咱今日来到伫咱中间的朋友啦吼，即个汤慧能女士吼，汤慧能女士，咱请伊起立，咱拍鼓欢迎伊，吼欢迎伊，伊住伫即个老秀华牧师娘隔壁啦吼，嘛真欢迎伊伫阮中间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另外一位是庄慧琴姐妹，庄慧琴老师吼，老师啦吼，欢迎你她本身也是住在这附近啦吼。不是非常欢迎你哈！待会我们第一次来，我们在楼下都可以一起来享用一杯咖啡啦哈！欢迎你们。那在这边牧师也要介绍这个今天要落户的觉华的这个男朋友生佑，上次有来到我们当中哈，生佑，那还有他的妹妹婉佩，婉佩伊本身伫有那马龙住伫台南的所在觉华伊爸爸妈妈拢是伫这个炮校遮附近啦哈。所以真欢喜伊本身觉华是排行第3位，因兜有四个囡仔，三姐妹，2个姐姐1个妹，2个姐姐4个是姐妹啦哈。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觉华在我们当中要再次立志，能够在我们大桥教会，我相信在我们大桥教会是领受到满满的爱啦哈。那待会我们在会后结束的时候，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做招待，好多一点认识啦，哈！上帝祝福你们。好，今仔日牧师要来跟咱做伙分享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圣经节，也是咱按照新眼光的进度吼。以西结书的27章内底咧讲起有关人的心的骄傲。一开始的中间，牧师要用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人物吼，也是一个英国的著名的这个历史学家，伊捌讲过一句话阿诺尔德约瑟汤恩比哈，这个历史学家伊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文明的溃散崩溃不是因为什么外敌太强了，而是因为什么内心的骄傲了，意思就是讲咱有一个文化也好。一个团体的文明也好，唔是因为外来有外强来甲伊吞食，乃是啥？乃是伫即个群体内底，因的心骄傲，而造成因家己的文化的溃散溃败啦。这互我会当足深的体会讲，圣经内面的真理嘛是安尼。圣经内面的真理咧讲起人的骄傲，将来嘛带来就是失落、灭亡。甲上帝的审判，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以前，我要爱咱做伙来看圣经。咱今日所看圣经的背景，今日内底咧讲起一个要紧、一个非常有名的贸易之都叫做泰尔。泰尔咱大部分一般咱长老会拢叫做推罗啦，其实伊的名叫泰尔 ，Tyre， 泰尔。这个城市伊是伫腓尼基这个真重要的一个港口的都市。这个都市伊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所以伊伫地中海内底贸易，会当讲是贸易之王的一个所在。所以伊伫过去会当讲是富可敌国啦，伊的财富，这个所在财富甲影响力，会当讲是古代的世界内面非常被人注目所看的所在。伫这个所在的人因咧看家己嘛是安尼，因心内拢会想讲，有啥物人，有啥物所在会当亲像阮是海林中间最完美之作的一个所在，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胜过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推罗城内底的人因的富裕、因的丰富，嘛常常会带来因生命的骄傲。所以因讲。阮是上水的，意思就是讲，阮已经足完美啊，无需要任何人，连上帝嘛无需要。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骄傲的心会将家己来铺悬，
然后甲上帝刷互走。所以咱嘛知影吼，咱若伫船啊，这船吼，若伫海里吼，这海足大足水对无？但是咱若开着一条这个足好的跑，这船啊吼，你会感觉哪？哦，我驾驶伫即台船啊吼，我足敖的，我足厉害，我即台船啊足勇的。但是咱知影，海可以，水可以什么载舟，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覆舟，这是真要紧的一个真理。意思咧讲起，咱即条船，因这个城市，吼，这个泰尔这个城市，因认为因家己若像一条足水的船相款，无有任何人会当比因搁较水。但是兄弟姊妹，咱知影，这内底嘛潜藏着一种毒素，叫做骄傲的毒素。所以兄弟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甲推落讲，你徛起海口，甲列国正海事买卖做生意。主耶和华安尼讲，推落啊，你捌讲我是完全水的。兄弟姊妹，箴言16章18节讲骄傲伫败坏以前啊，这个啥狂心啊？心的骄傲，心的这个放纵，伫跋倒以前，也就是讲跋倒以前，人就会安怎，拢是因为足骄傲，足安怎博色，甚至安怎，拢认为讲，我要安尼做，我要安尼做。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来了解推罗这个所在，伊安怎样带互咱的生命有一个足要紧的，就是推罗伊伫外在的地位的荣光，因的自夸。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伫规个圣经的内底，咧讲起当一个人，当伊的生命完好的时，社会地位真水的时，兄弟姊妹，这对咱来讲嘛是一个警告。兄弟姊妹，我要问咱：如果你身躯若健康的时阵，你会安怎？爱烦恼无？唔免烦恼。但是若无健康的时咧，若是如果你破病的时咧，你有2项事爱烦恼。当你破病的时阵，你有2项事爱烦恼，啥物代志？你毋知？无要紧。当你破病的时阵，你有2项代志会烦恼。第一项，你身体会好起来无？对无？第二项，你的思考也是会搁愈害啊。若是会好起来，你敢爱烦恼？若会好起来，你毋免烦恼啦。但是若愈害咧，你有2项代志爱烦恼。第一项，你会活咧无？第二项，你会死无？你若会活咧，敢需要烦恼？唔免烦恼啊！你若会活咧，你唔免烦恼。但是你若会死咧，你有2项代志爱烦恼。你若有死第一项，你爱烦恼2项代志。第一个，你会上天堂；第二项，你会落地狱无？敢毋是？你若会当落上天堂，爱烦恼无？唔免烦恼。但是你若会落地狱的，爱烦恼无？那按照他拄仔牧师咧这譬如那你会落地狱你爱烦恼无？你爱烦恼2项事。圣经内底所讲，你烦恼你是落火湖、火湖啊，也是亲像伫地狱的内面安怎绝望搁后悔。所以兄弟姊妹，我拄仔讲的遮的，拢是足普遍，无论你有信主也无信主的人，拢需要思考生命的问题。其实讲起来，咱每一个人心中拢会骄傲。咱对咱家己的生命，咱袂认真去看待，咱是毋是亲像我拄仔所讲的这个问题？你感觉你袂烦恼，但是事实上你会烦恼，因为你咧行这2条选择的路。所以兄弟姊妹，其实你若认真来看整个推罗，
泰罗这所在，推罗的这所在，泰尔这所在，因的目的，你若甲看第27章12节到25节，推罗伊的商业非常的发达，对他西、亚湾、亚兰、犹大、以色列、亚拉伯、巴比伦，这拢是进出口，因包含银、铁、锡、铅、马、象牙、珊瑚，你较认真去看，伊描述足侪国际化的商业的一个所在。推罗会当讲是贸易的实力的顶面，会当讲占全球的经济中心嘛。所以咧，兄弟姊妹，圣经内面耶稣伊捌讲过一句，讲人若是用财富的资源做安全感，其实咱是被奴隶的哦。所以圣经内面耶稣讲啥？来，我们一起来读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咱是为着伫世间会当趁哦，搁较侪，拥有搁较侪咧，也是咱真正好好来重视咱的生命的问题。第三，咱今所看的这个所在，推罗的所在，是一条因自夸的一条船啊。最后，因的船啊顶面有真侪。商业的人有兵啊，甚至有人民，因咧看的是啥？因咧看的拢是骄傲的世界，因咧看的嘛是拢是世间上，当咱人啦死了后，啥物拢无法度通拥有的物件。兄弟姊妹，启示录内底18章，巴比伦因最后是灭亡的。兄弟姊妹，一切自夸的世界，伫上帝审判的内底，拢拢是无去的。所以兄弟姊妹，推罗的故事唔简单是历史的事件，伊嘛咧提醒咱，当一个人、一个城市、甲一间教会，如果咱家己总是掠做我们是全然美丽的 ，perfectly beautiful， 咱无要将这款的水来归荣光创造的上帝的时阵，安尼咱本身就离败坏不远了。我去讲一摆，咱人拢会水，咱人拢是上帝创造的，对不？我们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会把这个全然的美丽，将这份荣耀归给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么我们就离败坏不远了。因为真正的全然的美丽，生命的美丽，只属于谁的？属于他吗？我以前要做事业，属于他吗？属于谁吗？属于上帝的，不是吗？我们一切的创造，不就是上帝的创造吗？你位兄弟姊妹，过去的我，本身我真重视我的外表。我印象足深，当我车祸的时阵吼，我的头壳下才有一个棍啊。你若认真看无书，这个棍吼，才有一吐出来。我出车祸了的时阵吼，这支棍吼，吐甲足出来。我讲我每看镜的时阵讲，上帝啊，你若互我面破相，破相。但是现在我在看的时候，它慢慢的不见了。当你不再去看那个你所爱、你所要看的那个东西的时候，神把那个最美的东西放在你的心中。所以兄弟姊妹，人靠着家己的努力，得到的成就甲成功有问题无？咱来想看卖，人靠家己的努力，会当赚到成功甲成就，敢有问题？咱来了解看卖。我认为努力甲稳定，唔是彼此伫遐咧竞争的物件，乃是啥？是一个是执行，甲一个是源头的合作的关系。咱做伙来看卖，咱来了解。意思就是讲，唔是你努力就会当得到稳定啦。我再讲一摆哦，唔是你靠努力，你努力了，你就会得着恩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透过你努力可以得来的吗？是因为你去教会可以得来的吗？是从你的心里面，从你相信你努力的去认识他，去了解认识这位创造生命的主，是你努力去得着的。如果努力
跟恩典，你到底我爱努力不？要不要努力？如果努力是一个执行的工作，你若努力愈多，你到底咱得到什么？基督徒是咧得到什么？兄弟姊妹，你的努力是你手中的工具啦。简单安尼讲啦。好，什么是恩典？恩典叫做生命的源头。好，基督徒在领受救恩，就是领受主耶稣基督宝贵这个救赎的宝血所得来的恩典啊。所以这个生命的源头是恩典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是在做什么？这个只是一个工具啊。你努力的越多，你好好的把这个工具、工具给运用好，好好去给发挥使用，安尼你安怎？你会得到更加丰富，敢不是？所以咱会当安尼来譬如讲，你若为着成功，你若为着成功来去做做努力的时阵，安尼我问你，你会成功未？虽然有当时你会失败。有当时会得到你敢若无亲像你所期待安尼，但是你至少怎么样努力过，你至少拥有过。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爱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啥？是本钱啊。但是人的努力是啥？是责任嘛。所以咱唔通去讲啥？咱唔通讲你努力无够啦，咱只爱思考的是讲，这个人伊敢有看清楚伊的生命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咱唔通去甲伊讲，你努力无够，你的责任无尽够，咱慢去甲侮辱，慢慢去甲看轻，咱是互伊重新去了解，上帝互你的恩典，你若领受了愈多，你的本钱就安怎？本钱就愈丰富啊，愈多嘛。敢是你的信心的开来，你会安怎？会愈丰富，愈知影讲，我领受较济，我的责任就安怎？会更较重啊。所以你的努力，你需要努力的就安怎？更较济啊。所以我感觉人的一生爱好好去思考，咱为着成功，到底成功的定义是啥？咱期待咱的囝儿，伊会当成功。我这礼拜中间伫一个所在。伫遐咧准备讲章的时阵，拄着一个青年伊边仔才写台南一中坐伫我的边仔我咧想讲，这个青年这个时间哪会伫遮啦？后来我就咧想讲，即摆我的囡仔嘛，国小5年，即摆来到国中到高中，到底伊要读什么学校我就咧看，我就甲伊问讲，猫咪人请问一下你怎么就读这个台南一中的？我就咧甲伊了解啦。后来我知影讲，原来这个青年伊是活水教会一个青年啦。我甲伊讲，为什么你要在这边念书啦？他说我希望在这个嘈杂的环境，我依然能够专注的努力把我的课业做好。当然，伫这过程的中间，牧师无加讲什么，牧师的意思要甲咱表达的是，伊真认真的面对伫伊的生活中间伊所拥有。我甲伊讲，你有咧祈祷无？伊讲有，我有咧祈祷，所以我感觉上帝做恩典伫咧中间，互我去甲伊了解。后来我要安怎未来，我要安怎带我的囝儿，伫伊读册顶面会当更较努力。兄弟姊妹，咱所领受到是上帝遐来真好的本钱，就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典无相款，你的看法嘛无相款。但是有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你领受上帝恩典哪济。你的责任就哪大，但是你的努力也就爱搁较安怎，爱搁较加倍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来避免？要安怎避免骄傲的心？就是你爱记得第一项，一切成就拢是对倒位来？上帝遐来。但以理书咱今日所看内底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伊捌伫但以理书伊内底伊讲伊讲。这巴比伦拢是我所做的啦，结果咧，上帝马上互伊失去理智，然后食草拿牛啊，吃草像牛，直到他最后承认，上帝啊，你是至高者的掌权者。
伊对无信、无相信迄个上帝真实，伊伫世间的年日夸口家己，伊是巴比伦拢是我创造的，这个工课拢我做的。兄弟姊妹，上帝互伊失去理智，食草哪牛。第二，要安怎避免骄傲的心，保持感恩的心，就是咱今日所看腓立比书第4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用华语来读。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兄弟姊妹，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最爱用的是13节啊。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凡事都能做。但是你的心啊，你的生命并没有如同12节一样有预备啊。你的心啊，往往是想要得的更多、更多、更多，但是你忘记了你如何处丰富、处卑贱，饱足又饥饿，有余又缺乏，随是随在，要有秘诀。也就是讲，你若无这个条件，你若无这个方法，你要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告诉你，你的心会很挫败。所以兄弟姊妹，咱要知影，伫上帝面头前，这段圣经在使徒保罗，伊学会晓伫任何的情形下安怎知足。所以这嘛，互我做一个目标，互我一个足大的提醒。这是保罗讲的话哦，也就是讲，这是保罗伊本身家己，伊过去伊知影，伊是迫害基督徒，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保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牧师有时候讲的一些话语，对同工讲的一些话语，我会反省，甚至会求神来怜悯我，求主赦免我，因为我讲的话语里面带有冲突，带有伤害，甚至带有骄傲的心，求主怜悯我。所以保罗一讲时，伊在讲，伊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如同12节里面所说的，处卑贱，处丰富，处饱足，饥饿，有余，缺乏，他都得了秘诀。第三，咱要安怎样会当避免骄傲？第三就是活在群体提醒的里面，活在群体的当中提醒着。有一个牧者捌安尼讲过，伊讲我需要会友甲我提醒，因为如果有一天讲台顶面的掌声啊，比上帝的声音搁较大啦，安尼我就惊偏啦。这互我嘛一个足大的提醒。如果我做一个神的仆人，我如果没有从圣灵那里来的感动，我时常讲的话只是为了要为我所做的事情来下标语，甚至来做解释，那么我的所讲的话语在讲台上就得罪了神。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牧师伊讲，我需要会友提醒。如果有一天讲台顶面的掌声，意思是啥？咱知影有足侪牧师哦，迄讲道哦，有可能真足扎心的，啊嘛足好的哦。有的人咱对 YouTube 拢会当看到哦。你会讲哇，这个牧师有够赞，有够赞。这个牧师咧讲起，如果有一天，这个掌声是比上帝的声音更加大，什么是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在教导我们，甚至别人会说：“哦，我最爱听这个牧师的。”但是伊唔是听到这个牧师背后迄个上帝，安尼这个掌声就比上帝更加大。所以兄弟姊妹，第4项，咱要安怎避免骄傲，就是倒转来圣经里面的提醒。雅各书第4章第6节讲，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予谦卑的人。兄弟姊妹，谦卑唔是可有可无的，乃是咱爱时常提醒家己。用谦卑的心去生活，因为这就是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稳定的关键。好，我再讲一摆，谦卑会当互咱的生命得着更丰富恩典的关键。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新约圣经里面的耶稣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跟提醒。
指引我们。我们再一次来看刚刚的圣经节，哈，腓立比书第4章12到13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拥有全然的权柄，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示范一个最要紧的一个关系，透过保罗让我们明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志。所以你若有机会看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5节到第8节，内面里讲，好，我圣经我无列出来，我来读。他原具有上帝的形象，却没有紧握着。我再讲一遍哈，腓立比书第2章5到8节。好，保罗他说，他原具有上帝的形象，却没有紧握着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相反的，他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成为人。他以人的形状出现，现在自己谦卑，顺服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8节。如果上帝囝会当拼空家己，安尼，咱家的受造物，我们都是受造的。如果连耶稣基督都可以倒空自己，用虚己谦卑的心来面对父神上帝，那么我们这些受造者还有什么理由骄傲呢？自大呢？真正的完美在于哪里？我们一起说：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啊！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提醒我们自己。提摩太前书1章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值得接受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所说的话，就如同牧师站在台前要传讲神的话，牧师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时常为牧师来祷告。牧师在众人的面前传讲神的话语，是必须要用神的心意来传讲，而不是照我个人的心意来传讲。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内心的那骄傲的冠冕。愿上帝在我们面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真正的承认我们自己一切的好、智慧跟成就，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放下。唯有我们自己在基督面前谦卑，我们才能够领受那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的上帝所赐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那丰富的心。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承认自己常常骄傲的心，以为很多的事、很多的成就、很多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来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时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没有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求你再次谦卑我们的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心存感谢的心。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不追求人的掌声，只单单荣耀你的名。无论遇到什么样多大的挑战跟侍奉，我们求主你赏赐给我们智慧，感动的灵给我们，用谦卑委身的心来学习，认真做主你的工。主啊，我需要在管理教会的路顶面，用祈祷的心，常常为着主你的路仆、正中职、小组长、同工、信徒来祈祷。我在福音的讲团顶面，我需要操练我本身的生命。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们就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祷告，我们就更清楚生命的方向跟意向。我们会委身，我们会愿意更顺服，来传播主你的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大桥教会，
虽然我们已经渐渐完成教会许多外在硬体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在你的真理、福音的布道上面服侍主，听那个记味水的人的心上。愿上帝你帮助我，让我们能力能够越提升，使我们的心中能够越有上帝同在的信心，越勇敢的为主而活，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相信，主你在教会内面，要让每一位信徒，的确会当充满着教义的信心甲快乐，影响更较侪也未认捌救恩的人来亲近主你，认捌主你的名。主啊，这时阮特别要为着觉华姐妹来祈祷，感谢你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互伊伫上帝大桥教会领受真理的道路顶面，会当经历着上帝你的疼痛、真实的同在。当伊伫众人的面前，当伊要立约委身伫大桥教会，恳求你赏赐互伊一粒谦卑顺服的心，无挖靠家己。着当伊拄着患难困难的时，恳求你赏赐互伊会当伫谦卑顺服的内底，专心挖靠你，委身伫教会侍奉，勇壮的信心甲快乐。主啊，我嘛要为着伊的未来，无论伫伊男朋友甲伊的妹妹，甲伊厝邻的人，我恳求上帝你赏赐互伊有教育的智慧，伫伊家庭的中间做好的表率，有好的生命，有好的信仰，有喜乐的心，常常影响伫伊身躯边的人。我相信，阮就是主你的学生，将听伫智慧水的所在。主啊，恳求你赏赐智慧，互阮在座每一位相信主你的兄弟姊妹，伫认捌主你的道路顶面，持续敬畏主的心，彼此不足的生命内面，互相彼此鼓励劝勉。阮相信，阮的生命哪得完全，哪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伫唱这个回应的诗三小节的中间，咱唱到第二节的时，咱较请觉华徛到伫台前来做立约立誓的动作。咱做伙来吟。你是一定耶稣受定死，流出宝血洗我罪清气，伊有个我受罪过无价，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平，永更伊的名，我最激动耶稣拯救我，深深感谢伊的恩德大，对世界献出伊的疼，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平，永更伊的名。拖罪，真一世人日基督生活，我心欢喜对救主来行，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平。永更伊的名，相信伫每一摆要落户入会籍伫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每一个人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一样。当牧师在听觉华，当他愿意决志，能够再次立约在我们当中落户的时候，他心里充满感恩，因为他的朋友重新带领他回到教会，而且他的朋友是从网络上
找到我们大桥教会。所以这个真的是圣灵带领的功课，也让我们学习到生命的见证是必须要不断带领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重新得着那复活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见证杨觉华的誓约转籍的一个做法，代表的是我们信主加入这间教会，是要与我们所有的信徒、家人、朋友，能够一起见证上帝的爱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当中被建造，然后使他能够领受到主的爱跟温暖。所以在这边我们公开的告白你的决定跟信仰，有时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见得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这个誓约代表的是教会众弟兄姐妹支持我们，而且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信徒跟朋友，我们都在背后为觉华祷告。所以在这边首先我要问觉华，请你注意听，待会牧师问完，如果愿意或者是是与否，你就回答是。好，觉华，你是否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悔改认罪，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是。你是否信上帝作为你的天父，圣灵作为你的保惠师，来引导你的生命？是。你当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爱大桥教会。你愿意这样行吗？我愿意。大桥教会在人人当中，我们都注重传福音，彼此和睦相爱的教会。如果当你遇到双方关系有误会或者是困难，不要四处传递，当寻求牧师跟小会员长老去办理处理，免得影响破坏教会和睦的关系。你是否愿意遵行这个使命工作，并将福音传递介绍给未信的朋友？我愿意。今天杨觉华，你在大桥教会众人的面前来立志告别你的信仰，要委身在主的教会大桥教会。我倚靠教会的头，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桥教会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作为陪参会员，有份在上帝的宴席。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大桥教会的小会员一起来到台前，我们来转过来哈，我们教会有要赠送一个小小的礼物哈，我们来跟他握个手，做个接纳，好，做个接纳请觉华你站到这边来，我们在台下这样走过去，好，我们从这边过来好了，牧师先，对，先你先坐起来，好，欢迎你，恭喜你。我们小会员先站旁边哈。好，我要送礼的哈。那个圣歌队，觉华也参加在我们的圣歌队里面，请队长。对，好，我们拍手哈。好，刚个这队长，你队长留着，等一下我们一起拍个照。还有没有哪一个谁要送礼的？没有啦哈。好，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也请那个她的男朋友申佑跟妹妹哈一起到台前跟我们一起拍张照，好不好？好，来那个你没有是吧？郑中基，对，我站这边，我给他。我们稍微拍手，你坐下，站在前，站下来，就可以拍照。好，来，我们笑一个哈。好，恭喜，我们再次拍手。好，上帝祝福你。好，那我们回座，来，帮你过去。所以咱今晚谢谢，可以请回座哈。
有感受到咱教会的温暖哈，做温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时候呢，牧师也要邀请各位，咱们这回来跟咱的主耶稣当这的，好，我们要再一次一起来唱一首诗歌189首，祝属英瓦咪牛，咱来比版心。接纳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人，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五夜人所讲稳定的话。恁记纳着我，担当大的，就跟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主，亲近我的人绝对不会饿，信我的人永远不会口干。”亲近我的人绝对不会上帝不会离弃我们。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主耶稣也通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个时，牧师邀请咱伫开始以前，咱有缘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我们摆设这个宴席，为着是要纪念你永远的恩典的道路。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恳求圣灵来圣洁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分别的生命。也是分别为圣的生命，在你面前，我们看见我们所领受的这些饼、这些葡萄汁，为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所流的宝血。主啊，求你的恩典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个属灵的宴席的培养，让我们每一次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的生命工作，我们也愿意谦卑的顺服。来，在你的恩典当中，用服侍神、亲近主的生命，再一次来荣耀你。求主你再次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每一摆恁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同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暂时先不要拿。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领受。那我们也一起安静心来预备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每一次跟耶稣基督，我们来同宴席的时候，我们是去纪念，我们是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摆上的生命的代价。我们是否也同样的与神、与耶稣基督一同走这条道路？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信息里面，骄傲的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更多的谦卑来领受。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枵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上帝话常常来提醒咱。通过甲主耶稣基督同齐道，做伙来纪念咱的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伊嘛为着咱来搁活，做伙来经验耶稣基督迄个搁活的生命所带来的快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用伊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大家。当咱咧领受主的圣餐，咱嘛伫祈祷安静的中间，来听候上帝甲咱启示的灵，来带领咱、引带咱，要安怎样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用咱的生命伫一生的道路中间，无夸口，谦卑顺服，跟对主，相信上帝要加添咱智慧甲快乐。互咱伫传福音的道路顶面来荣耀主的名，完成大使命的工作。也愿神的平安赐福在今天第一次来领受、来看、来经历的这个与主圣餐的过程的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也赐福在你的生命当中。
亲人来祈祷，为咱的身躯边的人来祈祷，为着即摆花莲这重灾区的这灾民，当因了无厝的时，恢复来祈祷。平安，多谢你，谢谢，谢谢。谢谢。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伊的血内底所设立的。每一摆啉的时，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三个彼得，咱搁一遍做伙伫主的面头前，同心来做感谢的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来领受这个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也是受上帝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上帝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通荣耀主你的名，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最后，咱做伙游玩，做伙过来唱一遍这条歌曲《主属永活美牛》，咱唱一节就好吼。罪人得到头棒，咱做伙来。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如果你若无了解奉献的意义的人，你若无准备，无奉献袂要紧吼。咱做伙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感谢的奉献，主我你，乐意的奉献，主所你，主家的光明，我的生命，我给你接受，我来我主，阿门。咱又来起来，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
圣旨，我亲信，奉献是实际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荷兰语员兄弟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7首，应光归首俾上帝，吟诗选牧师来祝祷。应光归首俾上帝，应光生命生是作为你的，在你的现在你的将来的永远你的，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来提醒咱，常常甲咱正当讲正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心存谦卑，勇敢面对人生头前道路，听主听人的道路，直到见主美面的时，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